为他身世的开门。美国心理学家戴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，但她表现迟疑的时候，其实是期待男人的绅士风度。哦，当她烦恼时，做一个好的听众。烦恼之时，女性最需要男人的耳朵，而不是建议。有道理。男性的荷尔蒙对于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荷尔蒙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她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顾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。你不想干什么是要干什么？我是想告诉你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健康成就未来。顾先生，你有病吧？看你装多久。露露，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忙啊？你去忙吧，这些东西我自己拿就好了啊。哎呀，露露，少爷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能让少夫人拿这么多东西啊？没事儿，这些东西就是看着多，其实不重。我把它送上去，马上下来再拿一趟就可以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作为下人要有眼力劲儿，我不是告诉过你要尊重少夫人吗？哎，顾市长，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些东西真的不重。你别替他说话，我不严厉的批评他，他以后不会改正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露露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你不要再说她了。不行，必须惩罚，不惩罚他以后记不住。露露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月的奖金被扣除了。少爷，不是你说的吗？你谁我也要说，无论少夫人做什么事情，都让我们当没有看见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明明是你不尊重少夫人，你还要栽赃给我。明明明就是你说的。刚刚方叔在的时候，他也听见了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你让
要是再说的话，我就真扣你奖金了啊！顾西城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少夫人，都是少爷让我这么做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拿上去。没事，真不错，露露，露露。陆少，今儿怎么一个人来了？给我喝点酒呗。拿去喝。讨厌。What happened？ 人呢？刚喝酒啊？疯了吧你？啊？心情不好？是不是有人惹你了？谁让你不开心了？啊？我替你削他。司徒，你平时怎么泡妞的？妞需要泡吗？不是他们自己扑上来的吗？要是他们不扑的，不扑？谁呀？这么有个性，搞得你小子春心荡漾的。不会是小嫂子吧？感动的真情啊！别胡说，我只是想娶都娶了，两个人关系总得近一点嘛，要不然我奶奶那儿也说不过去。你们两口子真够奇葩的。不过说实话，能对你这块肥肉坐怀不乱，他绝对不是凡人。行了，说点实在的，你有那么多妞，经验又那么丰富，你是怎么让他们动心的？不是说了吗？我根本不需要对他们去动心思，他们不对我动心思就 OK 了。哼，说了半天等于没说。看来我是指望不上你了。我倒是有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试一试啊？什么办法？你猜，快说吧。哇！自驾游，去个嘣嘣，去嘣嘣嘣，什么意思？古人有句老话，要想了解一个女人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要带她出去旅游一趟。这不简单吗？马代还是巴厘岛？我现在就可以让方叔下单。不是你说的这种啊！哎，你坐着你的私人飞机，然后按照你的航线到一个地方一待，连脑子都不用动。自驾游，自驾才能增进感情。你想想，这一路上就你们两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你们俩但凡发生任何事情，只有你们两个能解决。这个时候，再出点小小的意外，这一个女人家能够依靠谁？只能依靠你呀！此时此刻，你表现一下自己的男子气概，一举把她拿下。她要是对你不动心，哼哼，我都对你动心了。行了，有道理。荒郊野外，就两个人。荒郊野外，就你们两个人。荒郊野外呀，重要的事情说3遍呢，你懂的。套路都是套路，要抢感情深，套路得逼真。